来乡亲啊，继续来看粉林土库县城的古迹顺天宫，已经有189年的历史了。风吹日晒，加上地动风台，这个庙体建物有碧顺甲漏水的状况。庙方甲文化部甲县政府总经费要来做修复的工程，庙方嘛开放予信众来捐厝下，希望大家若有能力，会当来寄付，大家共同来修建这个古迹大庙。土库镇顺天宫伫西元134年起的，已经有189年的历史。有史以来，敢若修理过一摆。即马庙体经过遮侪年的天灾，已经有必顺兼漏水。为了保存古迹的文化，顺天宫文化部以及县政府有倾经费要修理。日据时代遐有搁整修过一遍，即马甲距离即马已经头有90档啊，所以经过风台。甲地动，所以拢有一寡龟裂所在，已经有咧老化所以阮必须要爱较紧落整修才有法度迄款保护着咱这个古迹的迄原味。经过7摆流标了后，总算发包出去修理经费差不多要1亿5千万。目前顺天宫已经开始征收农历2月19，顺天宫将会出火到临时行宫庙方五毛讲，正规修理工程会当如期顺利完成。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